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英国前首相库建尼捌讲过一句名言，伊讲世间无永远的朋友，嘛无永远的敌人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“永”，读“永永”第二条。有人说“永”，这个“永”就久长的意思，咱讲永远，嘛有结局当然的意思。像讲人永无法度挂无事牌，永无你接行暗路，永会拄到鬼。另外，这个“永”嘛有情的意思，像讲永年意思就是自年，永过也就是过去，永时。也就是以前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永久，意思就是永远；第二个词读做永世，意思就是永世代代代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食人一口，行人一斗。阿明做囡仔时，厝内生活歹过，因为有老师家斗帮忙，伊才有今仔日的成就。伊讲伊永世拢会记得老师的温情，永久藏伫心肝底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永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